继续来看台中有民众来指控，讲某一间的病院新心科的病房传出着疑似菌株感染的事件，讲同一层楼40外个住院的患者，疑似拢去喂着新冠病毒。病院讲已经完成病房的清消甲隔离管理，嘛针对病院的医疗人员甲病患，总共148个人做 PCR 的采检，结果有48个病患甲4位护理人员确诊。会家己食饭，还是爱个人来处理？有去啦，会扫无？有啦，有了。妈妈伫手机仔问后生身体状况真烦恼，因为病院护理人员敲予伊讲囡仔伫新生病房内底确诊。因拢有要入去住院进前拢有 PCR， 阴性才我到入去住，阳性伊就无法度入去住。新人伫遐住也有确诊，拢是确诊啦。规一楼哟。哟，规一楼拢是确诊啦。发现敢若菌株感染的新生科病房，平常时门禁真安，想袂到疫情期间要是无法度挡病毒。病房的门口门禁森严，不过有病友向患者的母亲透露，确诊人数不止1人，甚至可能整层1楼的患者都受到感染。我是感觉讲，可能是才会到，未发生这种代志啊。政府市的时阵，政府市的时阵入去。是毋是检护期患者伫住院期间发病？医方嘛敢若用书面来声明，讲5月19有几位病人出现呼吸道未顺的状况，研判为着病毒的风险，而且嘛有随体患者 PCR 检验，嘛有甲结果通报予卫生局来管。目前已经完成病房清洁消毒，阁有分开来管理。卫生局表示，针对院内医疗人员阁有病人，总共148个人 PCR 采检。目前有48个病人，阁有4位护理人员确诊。这位查甫人的老母嘛讲，后生伫去年住院期间拄着3级警戒，毋过拢无互人喂着，想袂到今年煞喂着病毒。虽然医方讲后生身体状况无问题，毋过病房即马无法度会面，总是互做老母的真烦恼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